雪霸国家公园管理处捌伫国宝溪河带樱花高文街生态地7甲湾溪做水害网络直播，也毋过相关的设备今年3月河水冲走，最近修复完成了，会当来提供如何品质的画面，那么做伙来看卖。 工作人员真细腻，将镜头放入去水内，透过及时影像直播系统，将7甲湾溪当中国宝溪樱花高文街画面传送到网络顶悬。雪霸国家公园管理处2021年底就曾经使用网络直播水下实景秀，但是今年3月去大水冲毁顺去，开大约20天修复。新设备是采用更较快的角度、解析度更较悬的镜头。只要在 YouTube 上面打上关键字“樱花高文街实境秀”。 就可以透过手机跟电脑可以看到樱花高文街我们的国宝鱼在七家湾溪的悠游。生态专家表示，7甲湾溪是台湾第1条生态直播的天然河川，会当提供以往唔捌有的研究资料，会建议政府扩大办理，也互民众了解河川自然生态，正做环境教育上好的教材。公司新闻苗栗报道。